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海西新藥啊，上市編號2637嘅。公司方面咧，福建為基地嚇，都係做一啲生物科醫藥研發等等啦嚇，咁就都係受市場歡迎嘅一種行業嚇。咁10月9號開始招股，10月14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掛牌係10月17號嚇，發行價格69個8毫8支嚇，86個4嚇，入場費4300蚊多啲嚇，集資額咧挨近10個億。睇翻行業啦，係比較市場關注嘅嚇，集資額亦都唔算大波嚇，咁我預期咧都有相當嘅炒作嘅空間喺度嘅，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即管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